中南部的雨是都袂停哦。昨昏高雄消防局有接到通报，伫咧桃园区的草水检查所附近，一口15个人塞车对边坡厝落去，现场因为天气真歹，地基流起，消防人员透暝搜救到达，人是也被吹到。 因为西南气流外来带着风排水气，中南部山区出现局部超大雨顶级的雨。消防局伫30暗接到报案，伫高雄的桃园区草水检查所附近，有一个火5个人开车规台车爬山坎，验过找至少6点钟也找无。雨一直落，地基拢乌空去，路才会落落去。消防局出动16台车、31个人来抢救，希望会当有好消息。毋但是高雄的山区。 南投赶快受到这波西南气流影响，做大水。这里是南投水里往鱼池方向的头131线。从记者后面的镜头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山上的豪雨夹杂着泥水倾泻而下，水势相当的湍急。这个水已经完全的覆盖整个路面，甚至在另外一端这边呢，冲出了一个破口。除了水里乡到131线北无法度过，在21线81公里的棍径路段，正在土石绑来了，挡在路边。 公路局信义工务单赶紧派机过来抢修。信义乡的明德村是发生土石流，中寮乡的江平溪溪水涨起来，溪边的囡仔姜也淹水。整个溪水暴涨，导致那个水排不出去，都淹进来我们那个庙里面。溪水消退了，庙方的人员赶紧清理，不过也是正担心所落来天气变化。气象署讲，虽然日时了，西南风小可较减弱，雨会较细，不过中南部山区也是有可能落大雨。 白天之后，西南风稍微的减弱了，所以整体的雨势较为的趋缓。但是还是要留意，在嘉义以南地区、中部的山区，可能还是会有大雨或是豪雨发生。而在大台北还有各地的山区，也要注意午后雷阵雨所带来的较明显雨势。 办事包括南投县、云林县、嘉义县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东县有部分地区甲小学停班停课。 气象专家讲，将到后礼拜3，太平洋高压增强，台湾才会恢复到标准的热天的天气形态，就是雨少、温度悬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